Hello，大家好啊！今日同大家介紹嘅係2526年新款嘅 Phase 快穿系統嘅 Biding。究竟佢着同埋除係咪真係咁方便呢？係咪真係可以做到2-3秒就可以做到穿脫嘅效果呢？首先，我哋要多謝台灣嘅 Snow Sensei 同埋我哋香港嘅 TWSB 借出2套 Phase 嘅快穿 Biding，同埋其他唔同嘅快穿 Biding 同埋普通 Biding 作出比較，甚至乎 TWSB 嘅老闆佳佳為我哋上腳親身示範穿脫嘅效果。個人認為啊 ，Phase 嘅快穿系統啊，真係非常之正啊！當你企喺度穿着嘅時候啊，你只係需要踩咗落去之後啊，單手操控 Ankle Strap 3秒搞掂。而且除嘅時候都一樣方便快捷，單手操控 Ankle Strap 一拉1秒搞掂。所以不得不讚 Phase 嘅快穿 Biding 真係非常方便。當你扣好咗 Ankle Strap 之後，基本上佢同傳統嘅 Biding 係一模一樣，俾到你嘅反應同安全感非常之好啊！之後我哋就比較一下市面上面唔同嘅快穿 Biding 同埋普通 Biding 嘅穿着速度，睇下 Phase 系統嘅 Biding 能唔能夠擺入你嚟緊 shopping list 裏面啦。因為最正嘅就係 Phase 嘅 Biding 係唔需要你額外購買特殊嘅雪杯，而今次我哋喺 TWSB 實物睇到嘅同埋感受到嘅就會有 Roam 同埋 32呢兩個牌子，都係同一個快穿系統，最大嘅分別只不過係物料上面嘅唔同，最終選擇邊一個設計同埋邊一個款式都係一個個人嘅選擇。希望今日嘅分享俾到大家多啲 ideas， 睇下2526年你會唔會買新嘅 Biding 呢？最後，如果大家都想知多啲關於 Phase Biding 嘅資訊，都可以直接 follow TWSB， 同埋記住 follow 埋我哋啊！